我的写书写曲的老师是郑经一，他有一次在追一个妹，伊讲，算了，好，这个水，这个我写一个歌词给伊就变阮女朋友啊。我先年买啦，你已经有遮尔济故事啊，你要搁写落？一个是唱歌啦，一个是搞七啦，恁两项尔，所以我拢袂晓啦。伊讲你唔知啦，伫你的身边，一年四季拢是春天，风微微，连喘气嘛感觉甜甜。我有做天才。伊平常时啊，伊出臭屁，伊出大型的，伊咧写老爸的时阵啊，伊咧打电话啊，孙仔你听看卖一句会使袂？王先呢？哦，我即摆还没听到曲，我敢若听到旋我都挡袂掉。一个人伫外口坐，迄是阮老爸。孤单是伊的棉被啊，要加欠一个。死，各位是一个创作者，为什么大家拢爱你？你一定有你甲别人无共款的迄款思维、迄款拍拼、迄款努力。